首先多謝資本雜誌，好榮幸今日代表創維集團咧獲得傑出 AI 應用大獎。創維其實咧成立30多年嚟咧，已經由一間嘅電視為主嘅企業啦，發展成為咧集智能家電人居系統新能源業務嘅全球性企業。我哋其實咧積極擁抱 AI 嘅技術變革，推出多款嘅應用產品同埋應用，包括 AI 智能眼鏡、Next Playground 體感智能遊戲盒子啦，以及具有特定功能嘅 AI 家電產品。今年呢，我哋其實更加成功推出咗咧 AI 視覺顯示演算法，以及國內首個咧卓越級水平嘅智能體系統，號開超級智能體集多種嘅場景啦，為消費者帶嚟更加快捷、精準、直達嘅智能化生活體驗嘅。嚟緊我哋都希望繼續堅持技術創維、敢創敢為嘅精神，突破邊界，持續投入 AI 新能源技術嘅智能生態融合，持續推進中國製造由產品出海邁向品牌價值出海，為全港嘅市民、全國以至係全球嘅消費者創造美好極致嘅智能生活體驗。多謝大家。